小刀刀很拘谨啊。对，在成都现在换个发型，我这个发型已经很帅了吧？不需要换了吧？已经是男人的巅峰了，好不好？扎根，我是扎根渣男锡纸烫啊！感谢无名哥的小心，谢无名哥，直接喊妈妈。刀刀怎么不交流？哎，你不要出镜，你不要出来啊！你太小了，你不能出来。他们在我家呢，现在在我家。各位兄弟们好，各位兄弟们好。空调开开，没开空调，开的是这个暖气，开的是这个暖气啊。很气，还有一只猫猫，猫猫，对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地暖吗？老挝有冬天吗？没有冬天。这里不是地暖啊，兄弟们。漂亮，你也很美，你也很帅，欢迎张哥。不要冷到小豆豆了，他不冷哦。张哥是哪个大哥？网友想问你打针没有？我靠，你问这些问题。小豆豆厚衣服回了老挝，不是穿不了了，就放这里了吗？在哪里学的老挝语？自学成才啊！他几岁了？18岁。他刚满18。哇，谢谢溪水哥，谢谢哥，谢谢溪水哥的捏捏脸，谢我溪水哥，你小心点，大三。卡吗？大三刚刚不知道说了啥，被抬了7天，可能是说了外语。诶，我在中国呀，喜欢中国，喜欢的不得了。他丈母娘都说祝福啊，是不是祝福？哎，到处溜达着。带他去那个所有亲戚家，这样看那样看，看得他可开心了。晓得中国好不好玩？啊？好玩。好玩。吃美食刚刚吃了呀，刚刚就在外面吃的美食。中国其实他们在中国要待1个月吧。溪水哥是哪里的？出去啊！我给你们2个先说好，不要出镜，出去。出去玩，走！我数3声啊，你先出去。走。问爷爷，眼里都是火。家里哎，回家的感觉是真的好，真的好。把门锁了，把门锁了。要给你妈讲不？他刚来没怎么适应啊，没怎么适应。对孩子温柔一点，对小孩我跟你说，温柔了他不听。然后再温柔一点，连扎7。对，我在中国，我在成都，老张我在成都哈。你要问爸爸你要什么？爸爸你要什么？晚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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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小孩就得走。啊，在的老表在的，这是小豆豆，你赵哥，这是小豆豆啊。只有喝这个了，没有他想吃那个耙耙干，没有那个耙耙干吃了。谢谢邱老板。邱老板。谢我邱哥。谢我邱哥。小豆豆好喝吗？无语哥好久不见，媳妇儿子女介绍一下，对我家在成都啊。子女介绍一下，那个子女儿好像有男朋友了啊。你们要想撬的话。我家在镇上嘛，没有，我家在城里边，在小的大城市去溜达。过几天嘛，这几天先在农村里面走亲访友，把亲戚些走完了，然后再带那个小的去成都。他们还没去过成都，去了成都之后才真正刷新他们的认知，刷新他们的三观。他们如果在这里的话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在这种小县城，已经是。我跟你说，他妈妈刚来，他妈妈看到那个20多高层那个楼，20多层的楼，他们就觉得，哇，怎么这么高啊？这个楼怎么这么高啊？他们从来就没看过这个东西，啊，带他们来之后，就真的，而且我家里面的人，哇，对他们相当的热情，对他爸爸，对他妈妈，相当的热情，太热情了，我跟你说，谢谢07哥，谢谢07哥小心心。谢谢文哥的那个各位哥哥姐姐们啊，点亮灯牌的点亮一下灯牌，带他去上海，
我等几天我们表叔过来吧，我表叔过来，他说表叔在杭州吧，杭州开一个厂，然后表叔说他要见一下这个媳妇儿，你妈，你爸妈发红包给小叨叨没？有作品啊，大哥亲哥，成都是不是大城市？哇靠，大哥，成都还不是大城市？你在深圳到深圳这边来，我们过一段时间啊，发了1200的红包，我妈妈给了他1200的红包，我奶奶给了他200还是400，我记不。多少940823。9408。成都算什么？小叨叨18岁啊，大哥。水泥厂厂长。是的，大哥。一家人对他们相当的热情，而且他们吃到这里的这种菜啊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种菜是什么菜。哇，小叨叨今天就说那个菜怎么那么好吃哦。快给你。哦，到我们成都之后，他说他吃这个麻辣，就是那个成都是以辣为主啊，他就吃那个麻辣。他说阿涛，我这个嘴巴肿了，你看我的嘴巴一直有东西在这里动，他说我一直有东西在这里动，他说我嘴巴肿了。老丈人他们睡觉了。对啊，他18岁还得2年在国内结婚啊，还得等2年啊。你信了的吧？信了的是什么意思？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，父母至少包1万起。我觉得包1万，以你们那儿的水平包1万肯定不够，起码得包10万。我们这儿就是这个水平啊，就包1000多差不多了。对，吃花椒。蹦有你大不的。他说我看那个镜头眼睛不好，弹幕的都有钱，弹幕的大哥们都有钱，对吗？有啥比的嘛？不要比嘛，是不是？看不到弹幕吗？拉辛哥，你看不到弹幕吗？看不到你的弹幕吗？看得到呀，怎么看不到？你是管理员啊，为什么看不到？睡你家还是睡酒店？1000多确实少了，我们安徽。别提你们安徽，我们是挨着西藏的啊，我们这里特别的穷。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呀，大哥，1200可以了。是啊，我觉得可以了嘛，你们老是说少了。四川哪里的？四川成都的，我们在成都现在。这个是你家还是我家呀？这个是我家呀，这个是我以前打游戏的电竞椅，你看啊。然后我的电脑就在这里。成都哪里？成都大一线啊。现在刷个礼物看看，不用，你们开心就好。今天主要是播一下，然后我测试一下流量，然后给大家聊聊天，然后明天你是大阴线是旭林的吧？天天打游戏，怪不得老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天天打游戏？大哥，我这个电脑买回来啊，我买回来有2年了吧？只打过游戏，总共不超过10个小时，总共这2年多，3年了，打游戏总共不超过10个小时。新年好，带老婆回家啊！你好，丽莎，你好，快更新作品爱看，明天早上更新一条啊，明天晚上再更新一条。小叨叨好好学习一下中文，小叨叨教你好好学习一下中文。在东北去看雪，我们这里也有雪，但是我也想去东北啊。哇，谢谢溪水哥啊，谢我溪水哥。溪水哥是溪水哥是喜欢大山的，溪水哥喜欢看娜娜是吧？娜娜以前在我那儿跟我待过一段时间，她人挺好的，娜娜。西岭雪山，对，我们这儿就是西岭雪山的脚下。对呀，我们这里就是西岭雪山的脚下，就所谓的那个窗含西岭千秋雪，就是在我们这儿啊。门泊东吴万里船，杜甫的那一首，他跟他的好基友。你玩真的啦？我肯定玩真的呀，那不然我。那玩假的呀？那带回来见父母了呀，大哥。我父母见了他，我爸觉得高兴的很，真的。
看一下手足园。哎呀，好的，必须去看。哦，我得抽一天啊，带他妈带他爸去看那个剑川博物馆、手足园，还有我们安仁古镇。我就是安仁的嘛，然后西岭雪山这些地方，咱们直播间其他兄弟们都可以过来玩啊。温州条件好，自建房，这不是自建房啊，这是恒大的楼盘，我们这儿住的是恒大的楼盘。谢谢雪哥，谢谢雪哥小心心，3亿的礼金，哪里来的3亿？没有那么多。啊，成都你也要去，来成都玩的兄弟们可以来找我玩，没有问题。我老挝语学了有1年半左右吧，1年半就到这里了。别墅有钱人也不是算别墅吧，不是大别墅啊，就是那种双拼的那种双拼，啊。小豆豆犯困了，对啊，有点想睡觉啊。老挝信佛，我在老挝做什么生意？我在老挝有一个医药公司。哦，谢谢。谢谢星星。谢谢星星。啊，恒大破产了，这个人盘还有人管。我们这个是早就早的了，很早的楼盘了。对，联排不是联排啊，双拼。最近不要去成都的各个大景点玩，最近去的成都的各大景点玩肯定是堵的。3层，对，我们家3层。我在老挝有一个那个叫什么，主要是做自媒体嘛。第一个主要是做自媒体，然后说实话，我做自媒体挣不了几个钱。然后次要的就是做我那个医药公司，然后就把中国的药拿到老挝去卖，是这样的。对啊，他困了。过去这边玩需要什么证件？去老挝玩的话，看到你和扎奇都找到媳妇儿了，很开心。谢谢花生哥。睡觉吧。对啊，今天已经10点钟了。他今天跟我跑了1天了，一大整天了。我学了1年半的老挝语，1年半啊。什么走不走的，不干那些玩意儿啊，不干那些玩意儿。谢我沉静的我，谢我各位哥哥姐姐。晚上一起睡吗？你想跟我一起睡吗？啊，想不想跟我一起睡？没有。要乱个快忘。我听不懂。我听不懂。哇，谢谢安仁哥。感谢我安仁哥的墨镜，谢谢安仁哥。他说我听不懂，他说怎么掉眼泪了？我说老挝语他也听不懂，嘿嘿，他情商好高哦，是不是？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说我的情商，你们说我情商不高，但是我比较真实，知道吧？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怎么掺假嘛，就是你们说我拍视频，对他们家里面怎么地，你们说我有什么样的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大胆提出来，到时候看你变丑了，我就是丑。他们今天我表哥说，我表嫂也说那个他爸爸看着比我还年轻，拍视频拍的可以，大大好久没看了，一口气刷完了，感谢拉森哥，感谢，好久没看了，做自己评论区都是圣母，起码2个家长摊面，视频太短了呀，哇，谢谢我安仁哥，感谢安仁哥的墨镜，给你丈母娘买了几双鞋，买了1双，因为他说实话他在老挝常年都是穿那种拖鞋，他就没有穿过这种就这种保暖鞋啊，这种保暖鞋。他想睡觉了，兄弟们，要不要放他去睡觉？懂礼貌已经很懂礼貌了，小郭见过皮皮带吗？没有，那就去睡觉喽。好吧，
就是过来播一下，感谢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哥哥姐姐过来关照我们，过来支持我们，感谢，谢谢安仁哥，谢谢安仁哥的那个人气票，没有点关注的哥哥姐姐们可以点一下关注，然后我们明天早上继续更新视频，好吧？我待会儿晚上就剪视频了，我现在视频还没有剪好，对，多发视频，好的，风雨哥，好的，视频哥。没点关注的哥哥姐姐们点个关注，然后咱们下播了，明天咱们继续开播啊，明天咱们把那个，好的，多更新视频，好的，继续把那个，因为他等一下晚上睡觉了之后，他睡觉了，我还要剪视频了之后，明天早上等他起床了，我要发视频，明天早上6、7点嘛，起床了就发。一天发2、3条吧，现在回来了，作品也比较多。你看他眼泪都出来了，你看，打火海眼泪都出来了。就这样吧，晚安哥哥姐们，晚安。晚安。谢谢用户哥，谢谢哥哥姐们的小心心啊，晚安。